今日嘅講道嘅題目咧就係同一粒種子就唔同嘅選擇。你哋嘅心將真理放喺邊度呢？經文馬可福音第4章18至到第20節，同埋路加福音第8章14至到第15節。我哋一齊讀經文先。馬可福音第4章第18節，還有那撒在荊棘裏的，就是人聽了道，後來有世上嘅思慮、錢財嘅迷惑和別樣嘅私慾進來把道擠住了，就不能結實。那撒在好土地上的，就是人聽咗道，有領受並且結實，有30倍，有60倍嘅，有100倍嘅。路加福音第8章14節，那落在荊棘裏嘅，就係人聽咗道，走開以後，被今生嘅思慮、錢財、宴樂擠住了，便結不出成熟嘅籽粒來。那落在好土地裏嘅，就係人聽咗道，持守在誠實善良嘅心裏邊，並且忍耐着結實。親愛弟兄姊妹，主耶穌基督所講嘅撒種比喻，我哋非常咁去熟悉。我哋聽過種子落喺路旁、石頭地啦、荊棘叢啦，同埋好土裏邊。我哋往往咧將4種土地咧看作4種不同嘅人，甚至咧睇為4種不同嘅命運。但係今日我想藉住呢篇講道，讓我哋睇到一個更深嘅事實，就係石頭地、荊棘叢同埋好土，時常同時存在喺同一塊心田裏邊。嗱，問題咧唔係在於我係咪一幅地，而係在於咧真理嘅種子臨到我哋嘅時候，我哋選擇將佢放喺內心邊一個角落。正如主耶穌基督所講嘅，人聽咗道，聽係聽咗，但種子喺人心裏邊嘅安置嘅地方，決定咗佢能唔能夠去成長結實。嗱，今日咧，我哋要同一個嘅思想，你同我哋每一個嘅在座嘅弟兄姊妹，每日都聽到神活潑嘅道、聖經嘅真理，究竟呢一粒寶貴嘅種子放喺邊一度咧？係放喺石頭地上啊，轉眼就遺忘咗啊，定係抌喺荊棘叢裏邊咧，被各種思慮同埋雜念一齊嚟到去塞住咧，或者係鄭重咁去栽種喺呢一個嘅好土裏邊咧，將生命嚟到去結出30倍、60倍同埋100倍嘅果實咧。所以我哋睇到第二個大點，人生嘅真相。同一塊田地，唔同嘅區域。嗱，主耶穌基督喺馬可福音第4章同埋路加福音第8章都清楚講出嚟，就係種子撒喺唔同嘅地方。但係我哋往往忽略咗一個農夫可以再喺同一笪好大塊嘅田地裏面，既然有路邊嘅硬土，亦都有淺土石頭地，更加有呢一個荊棘叢裏邊生長嘅地方，同埋一啲少數被精心開墾過嘅好土地嘅人心，亦都係咁樣。我哋嘅內心並非咧一片單純均勻嘅土地，好多時候我哋內心同時存着好多種嘅狀態。對某些事咧，我哋嘅心咧就好似路旁嘅硬土啦，聽咗聖經嘅教導之後就忘記啦，完全不留痕跡嘅。但係對另一啲事咧，就我哋嘅心咧就好似石頭地咁樣，起初咧都
幾歡喜㗎，去領受㗎，但係一遇到困難咧就枯乾啦。又或許對某些世俗嘅娛樂啊、資訊啊、學説啊，我哋嘅心卻係好似肥沃嘅好土地，但係任憑佢哋扎根生長，甚至結出咧百倍嘅影響。但係對神嘅真理咧，我哋卻係時常有意無意咧，將佢放喺石頭地或者咧荊棘叢裏邊。嗱，呢個正正係主耶穌基督藉着呢一個嘅比喻，俾我哋一班嘅信徒嚟到去省察。希臘文裏邊聽咗道嘅聽，唔係耳朵咁嘅聽，就係個意思係更包含咧留意、順服嘅意思。但好多人淨係表面咁聽過就算做啦，卻冇將聖經嘅話語、神嘅道迎入內心正確嘅位置。第三個大點，人主動嘅選擇，你將種子放喺邊度呢？嗱，請注意喎，種子係同一粒，就係那三位一體獨一嘅真神所賜下生命嘅道，就係耶穌基督嘅福音。一個嘅種子本身已經係大有能力嘅，係活潑嘅，唔能夠去毀壞嘅、扭壞嘅。但係種子放喺人嘅心裏邊，究竟係乜嘢嘅位置呢？大多係由聽嘅弟兄姊妹咧自己去決定，或者聽嘅人去自己去決定。嗱，我不妨咧做個對比啦。你曾經睇過一啲嘅精彩嘅電影啦，其中有一句嘅獨白可能深深打動你嘅心，你就記住佢，反覆咧嚟到去仔細去諗去將佢咧當作為人生嘅格言呢啲説話咧喺你心裏邊去生根發芽，結果影響你嘅言行好多好多年。又或者咧，你讀嗰本嘅小説一啲嘅漫畫裏邊咧，啲價值觀不知不覺咧塑造咗你嘅世界觀。嗱，呢一啲嘅世俗嘅信息咧，你係主動咁去選擇放喺你內心最肥沃嘅土地裏邊，任由佢生長，結果10倍、100倍去影響緊你。然而，當我哋聽到聖經嘅真理嘅時候，聽到主耶穌基督嘅教導嘅時候，我哋卻咧常常咁樣去刻意將佢放喺唔重要嘅位置。有啲人聽咗道，覺得哎呀好有道理，但係轉身咧就將佢放喺石頭地上邊。嗱，石頭地係乜嘢咧？係心裏邊沒有根。喺馬可福音第4章17節。係刻意唔去深究，刻意去唔去默想，刻意去唔去應用。佢哋好似咧對待一部睇過嘅電影一樣，將感動嘅片刻隨即忘記咗啦。點解咧？係因為佢哋心裏邊早已經將好土咧留俾其他嘅嘢，而將真理隨意丟喺呢一個嘅淺土地上。嗱，另一啲人咧聽咗聖經嘅説話、神嘅道，覺得哎呀都幾好喎，咁但係咧卻係將佢咧丟進去荊棘叢裏邊。荊棘叢係乜嘢咧？係世上嘅思慮、錢財嘅迷惑同埋別樣嘅私慾。喺馬可福音第4章19節。亦都可以係混雜一啲嘅思想㗎、學説㗎、異教嘅言論㗎，唔係單單呢一啲嘢㗎。有啲人一邊讀聖經咧，一邊咧嚟到去讀佛經，一邊咧嚟到去睇鬼谷子一邊咧嚟到去聽印度教嘅教導。神嘅話語聖經進入佢嘅心裏邊，就好似咧同各樣神佛異說或者世俗嘅世俗嘅哲學嚟到去混雜埋一齊，彼此嚟到去衝突，彼此嚟到去壓制。佢心裏邊去想呢一啲話好似有啲道理喎。咁另一啲書咧，亦都唔係咁講嘅。但係對於真理
神嘅話語、聖經嘅教導被擠住了，無法去成長，更加結唔出誠實嘅子粒。關鍵就喺邊度咧？關鍵就喺真理嘅種子本身係毫無問題嘅，問題在於我哋將佢放喺邊度嘅位置。如果我哋將耶穌基督嘅話語，即係話聖經嘅教導，放喺平日堆積各種雜書一啲嘅短視頻漫畫娛樂資訊嗰個角落裏邊咧，嗰個角落早已塞滿晒荊棘同埋雜草嘅種子，點樣去生長咧？如果我哋將聖經嘅教訓同孔孟老莊佛學成功學並列嘅話咧，睇齊為眾多道理嘅一種嘅咧，嗰個真理咧就好似被各樣嘅思想咧纏繞捆鎖，無法喺我哋嘅生命裏邊咧掌王權噶啦。所以我哋第四樣嘅大點，好土嘅真義，我哋鄭重去選擇持守去忍耐。咁好土係乜嘢啊？路加福音第8章15節嗰度講，那落在好土裏嘅，就係人聽咗道，持守在誠實善良嘅心裏邊，並且忍耐着結實。希臘文持守係意思為緊緊抓住，牢牢握穩，一個唔係偶然聽見嘅，而係主動嘅，而係刻意咁去將聖經嘅說話、神嘅道藏喺心裏邊，就好似將寶貝放喺最穩妥嘅保險箱裏邊。誠實善良嘅心喺希臘文咧，一塊嘅心田係被清理過嘅，係專一向住三位一體獨一嘅真神嘅，佢冇被世俗嘅雜物去沾滿嘅，亦都冇被異教嘅思想去摻雜嘅，佢願意將最好嘅位置嚟到去留俾聖經真理，讓聖經真理作主作和，藉着聖經真理，讓耶穌基督嘅靈去帶動我哋更加認識神，學像主耶穌基督嘅榜樣。所以我哋睇返忍耐地結實，一個希臘文係意味着成長係需要時間，需要持續去灌溉、除草同埋守護，唔係咧就即係一播種就得㗎啦，乜嘢都唔使理，而係每一日裏邊、每一刻裏邊去選擇將聖經嘅教導、神嘅話語放喺首位，反覆去思想、晝夜去默想，同埋順服遵行，呢個好緊要。一個正係人同埋神恩典嘅合作，種子係神俾嘅，但係種子落喺邊笪地方係人要負有不可推卸嘅責任。我哋可以選擇將佢放喺石頭地、荊棘叢，亦都可以將佢選擇放喺好土裏邊。你對待電視台即係電影嗰個台詞嘅態度，係咪記住佢去反覆回味咧？定係即係成為你嘅人生嘅哲理咧？如果用同樣嘅態度嚟到去對待聖經真理嘅時候，你嘅屬靈嘅生命點會唔結出好嘅成熟嘅果子咧？第5個大點，真正嘅現實，清除荊棘，持久守護。然而，要把真理嘅種子放喺好土裏邊，唔係一件輕鬆嘅事啊！弟兄姊妹，正如我哋之前所思想嘅，好土係需要大去清除石頭、荊棘、雜草，又要時時刻刻留心觀察種子嘅成長，防禦外來嘅飛鳥、蟲獸嘅攻擊。一個係代表着一場持續嘅屬靈嘅爭戰。我哋睇返荊棘要主動去拔除嗰啲今生嘅思慮、錢財嘅迷惑、現樂嘅追求，以及我哋各樣嘅私欲，唔會自動消失嘅。弟兄姊妹，我哋必須藉住聖靈嘅大能，認罪悔改，將內心一切阻攔真理嘅營壘徹底咁樣去拆毀。更重要係乜嘢咧？我哋必須刻意用把好土空出嚟，唔好讓世俗嘅資訊、異教嘅學說
虛空嘅妄言沾滿晒我哋嘅心裏嘅思想。保羅講乜嘢？喺哥林多後書第10章5節，將人所有嘅心意奪回啊，使他都順服基督。一個就係主動去選擇嘅過程，同時我哋要防禦魔鬼嘅攻擊。魔鬼就好似飛鳥一樣去奪取種子，亦都好似盜賊一樣要偷竊、殺害、毀壞。但係感謝三位一體獨一嘅真實，聖父預定，聖子成就，聖靈實施，人內在嗰個嘅聽咗福音裏邊嘅感動，得着救恩。我哋唔係靠自己嚟到去爭戰啊，而係靠住那愛我哋嘅主耶穌基督，佢已經得勝咗世界。當我哋去持守喺佢裏邊嘅時候，佢嘅忍耐就成為我哋嘅忍耐，佢嘅能力就成為我哋嘅能力。所以最後第6，今日你當選擇喺邊度放永生嘅道路呢？親愛的弟兄姊妹，主耶穌基督嘅福音，一顆永恆嘅種子，今日又一次臨到喺你哋嘅身上。你可以對待佢好似一部嘅電影一樣，將佢放喺你嘅記憶嘅淺土裏邊。你亦都可以將佢放喺雜雪混埋晒一齊。你亦都可以丟進去荊棘嗰個叢裏邊。但係當三位一體獨一嘅真神呼召你嘅時候，佢鄭重去刻意地、專一地把一個道聖神嘅救恩去栽種喺你嘅心田最深處嘅好土裏邊。種子始終係得一粒嘅啫，安放喺咩位置，你自己去選擇。你選擇將真理、聖經教導放喺邊度呢？將決定你一生嘅效果，亦都將決定你喺主耶穌基督再來嘅時候能夠安然見主嗎？願我哋唔好輕忽神嘅話語、聖經嘅教導，唔好隨從今世嘅風俗，唔好再將真理與虛謊一啲嘅學說啊、一啲思想啊、言論啊嚟到去並列，讓我哋清理內心嘅荊棘，開墾荒硬嘅石頭地，將每一個思想、每一寸嘅心田都歸給那創造我哋、救贖我哋嘅三位一體獨一嘅真實。如果咁樣嘅話，我哋必睇到種子扎根生長，最終係結實，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到時我哋必歡歡喜喜站喺主耶穌基督嘅審判台前，將一切榮耀嚟到去歸給佢，直到永永遠遠。阿門。